藝人張曦雯喺無線新劇《臥底嬌娃》入邊扮演女版福爾摩斯，除咗有頭腦之外，為咗查案佢更加不惜以百變嘅形象出現。最大嘅挑戰莫過於做臥底扮演女團成員啦。喺劇入邊仲要載歌載舞，同平日高貴優雅嘅佢截然不同，展現出佢多方面嘅可塑性。為咗拍劇接受挑戰，跳出舒適圈嘅 Kelly， 佢跳舞似乎更加跳上癮添。日前佢喺社交網度分享佢同馬冠東進行嘅手勢舞挑戰。兩人喺劇入邊雖然經常鬥嘴，但係跳起手勢舞嘅時候又似乎相當之合拍。Kelly 更加話呢一個劇組有毒，每日都喺度挑戰佢嘅舒適圈。拍呢套劇做臥底真係解鎖咗佢好多嘅第一次，例如佢第一次演會讀心嘅富二代，有第一次組團做臥底，更加係第一次挑戰咁多舞啊！但係跳完之後先發現，原來自己都好似幾有天分。至於網民就大讚佢同馬冠東兩個人跳手勢舞跳得好之外，亦都有網民錯重點大讚 Kelly 靚女啊！所以話人靚真係做乜都着數啲嘅。